頻道僅做港澳近代商業豪門權謀歷史科普，絕不鼓吹任何博彩行為。博彩會引發巨額財務虧損、家庭破碎、妻無童身等嚴重危害。各位觀眾理性觀看，主動遠離一切賭博活動。歡迎返嚟賭哥全之解 EP15， 由 EP 9開始，一步步帶大家拆開我晚年所有佈局，由一開始唔俾單一房獨大，到千億資產拆分四大信託，由頂層人脈無法繼承的致命短板，藏嚴與守業的思維對立，由劃分賽道杜絕內耗，到堅決不立。唯一繼承人用四方制衡，守住家族命脈。好多觀眾一路追更，問我最後一個問題，亦都係外界幾十年嚟最大嘅誤解。明明我手握完整濠江商業帝國，手握唔斷級別資源，手握無人能陷的根基，點解我晚年偏偏要自己拆自己、自己分自己、自己弱化自己？世人睇我係退位讓利，拆解王國安勒子女。今日最後一集，一生縱橫70載的終極通透，講穿我整套佈局呢個系列最深、最冷血、最真實的收關真相。我拆分帝國從來唔係退化，而係為咗永久存活、攀大集中獨大嘅商業王國，睇落風光無限，實際上係最脆弱、最容易一朝傾覆嘅死局啊！外界一直誤解，拆分千億帝國分立，四防制衡，搭建層層信託防線，係我年老求穩、妥協讓步。其實縱觀呢，我70年商海沉浮，所有看似自廢武功嘅佈局，全部都係頂層亂世生存智慧。真正嘅百年基業，從來唔係做最大，而係做最唔容易死。一集我講透核心關鍵，我絕對唔立唯一繼承人，拒絕權力獨攬，用四防互相制衡，杜絕單點崩塌風險。日我深度拆解整套佈局，即終極底層邏輯，解答所有人嘅終極疑惑。點解港澳無數風光一時的商業帝國，大都富不過三代？我所有拆分、分立、制衡、避險的反向操作，恰恰係打破豪門富不過三代宿命的唯一解法。首先，大家要明白一個頂層鐵律：見盡百年豪門興衰總結出的真相，體量越大，權力越集中，資產越聚合的商業帝國，抗風險能力反而越弱。普通人嘅做生意看財富，會睇規模、睇市值、睇流水，覺得盤子越大，家底越厚就越穩固。但係喺頂層商戰時代變革、政策更迭面前，超大單一體量的商業王國，本質就係一座高筒入雲的獨棟大派，看似氣勢恢宏，冇人能敵，實際上只要地基一動，狂風一來，地震一襲，同大派就會瞬間倒塌，片瓦無存。我年輕時親眼見證過太多港澳頂級財團的雞黃與落幕，有好多老牌世家，當時期手握全線產業，資產高度集中，權力一人獨攬，光端本地大半市場風光一時冇兩。最後敗落嘅原因呢，從來唔係經營利損，唔係資金斷裂，唔係競爭打壓，而係體量太大，目標太顯眼呢，結構太單一。市場順風嘅時候，一統的商業帝國可以瘋狂擴張、瘋狂套利，賺盡時代紅利。但一旦遇上行業變革、政策調整、經濟下行、外部環境動盪，所有資產、所有權力、所有賽道的單一實體根本冇任何緩衝空間，冇任何避險渠道，冇任何兜底退路，一處出事，全身連累，滿盤皆輸。呢個就係大一統商業帝國的天生致命缺陷。贏可以贏到，
盡輸就會輸到清零。我藏鹽大佬一生都體驗唔透呢個道理，一輩子都在追求做大、做強、做獨大，拼命整合資產，集中權力，收攬所有產業，所有身家性命壓喺同一個商業盤子上面。年輕時靠膽魄運氣乘勢而起，晚年隨便一場時代風浪，就將幾十年基業鐵底吞沒。晚年所有反向操作，恰恰係逆常人思維而行。世人都追大而強，我獨自守，小而穩，分而不死。將原本一體化嘅千億商業帝國拆分為4大獨立運作、獨立盈利、獨立抗風險的資產板塊，呢拆解你蒙風體量，削弱你對外擴張的爆發力，實際上係將一座一碰就塌的高樓改成4棟互相支撐、互不拖累、獨立穩固的洋房。呢套佈局嘅核心好簡單，單一板塊可以出問題，但絕對唔會牽連全族。單一賽道可以衰落，但絕對唔會拖垮整個基業。各位紅葉有週期波動，政策跳空，唔使驚。我有地產、基建、實業板塊穩定兜底。本地市場有風險，競爭加劇，唔使慌。我有海外跨國資產對沖風險後，待某一房經營失誤判斷偏差，都只會屢限喺自身信託板塊。絕對唔會動搖何家整體根基。嗰個財經評論者長期誤讀我的佈局，話我拆分產業係削弱何家競爭力，令何家無法集中巨額資金同頂級財團正面硬碰。呢啲人全部只睇短期商業利益，只睇表面規模大小，完全睇唔透拼正層家族的長遠生存邏輯。我今年個股希，縱觀港澳100年商市，冇一個超大型單一化權力集中的商業家族可以平穩傳承3代以上。所有大一統嘅商業帝國根本都逃唔過莊嚴興手業亂3代亡嘅宿命。原因好殘酷，莊嚴者可以憑一己之力、絕對權力過人膽識鎮守超大基業，但後代守業者既冇壯驗者的頂層人脈、生死歷練，亦冇絕對的個人權威，根本計唔到龐大。冇比的集中資產體量越大，你難度越高，權力越集中，失誤代價越大，資產越聚合，風險密度越高，後代能力、心性格局，但凡稍有欠缺，大嘅基業就會變成壓垮自己嘅重擔，而非庇護家族的底嚟嘅。除開風險啊，絕可我測分帝國仲有一個極少人看透的深層算計，徹底降低家族的外部威撚度，避免樹大招風，人性相長，權謀千古不變，木秀於林風必摧之，行高於人眾必非之。一個獨一無二、一家獨大、完全不斷的超級商業帝國，必然會成為所有外部勢力、競爭財團、理論焦點的共同針對目標。越集中、越強大、越無敵，身邊的敵人就越多，外界的制衡壓力就越大，行業的針對性規範就越嚴苛。冇風的獨大從來唔係榮耀，係無形的高牆、無形的枷鎖、無形的危機。我將帝國拆分，產業分立，權力分散，看似弱化了表面的武風氣勢，實際上係幫家族集除眾矢之的標輪，4房分立，各有賽道，各司其職，唔再一家獨大，唔再紊亂傳躍，唔再過度耀眼，不爭第一，不做獨大分而穩存嘅狀態，反而可以避開無數外部針對、無數理論奉擾、無數刻意打壓、頂情生存嘅最高智慧。我唔係張揚實力，而係藏守絕，隱於格局，穩於長久。好多人仲會疑惑，
拆分之後，家族失去集中爆發力，無法再搶佔頂級市場，無法再做商業武風，咁樣的守業有意義嗎？我今日講一句最通透的頂層真言：壯嚴的使命係重重做武風，劫的使命係止跌保生存。我年輕時一無所有，我的使命係打破舊勢力封鎖，衝出重圍，建立屬於自己嘅商業版圖。要集中資產、集中權力、集中資源，不惜風險，全力搏殺，追求希望最大化、利益最大化、影響力最大化。我晚年佈局為後代鋪路嘅核心使命已經完全逆轉。我唔需要後代再幫我充門、再做落風、擴張版圖。我需要的係，無論市場如何變動、政策如何調整、商場如何殘酷、人心如何浮動，何家基業可以永遠穩固、四代延續，絕不傾覆。與傳承3代以上嘅頂級家族而言，穩存遠比契王更珍貴，不死遠比做大更重要。一時的契王靠搏殺，100年嘅傳承靠避險。我個家族輸就輸在太過貪心，既想要壯險的昂風暴利，又想要守業的長久穩定，既要無限擴張，又要零風險，最後兩頭落空，滿盤皆輸，一生權衡利弊看透得失啫。最後選擇主動捨棄一代獨霸的武風風光，換取世代平穩的長遠生存。呢個取捨，所有頂層大佬最難參透、最難做到嘅頂級智慧。再加層我前面所有集數嘅佈局啊，大家都可以完全閉環，徹底讀懂我整套千億傳承的頂層邏輯。因為頂層人脈無法繼承，後代失去個人護城河，所以我必須用制度替代人情。為壯陽博弈，思維不適合守業，後代輸不起，搏不起，所以我必須限制風險，杜絕無盡。因為同一賽道必生內耗，利益重疊必生反目，我必須劃分賽道，隔離競爭。因為單一繼承人必生權力失控，單點崩塌。所以我必須四方制衡，權力分立，超大單一體量，必招風險，必招針對，必難長存。所以我必須拆分帝國，分而穩存。一步步層層遞進，環環相扣。個人短板到家族風險，從內部隱患到外部危機，我提前封死咗豪門衰敗嘅所有漏洞。世人只見我分產讓利的溫和啊，見我步步為營啊，滴水不漏的冷酷長遠佈局。我再講一個真實的商界規律，普通人極少接觸，但句句扎心。佢有可以被一支擊隊擊的商業帝國全部都勝，再一時體諒所有可以傳承100年嘅家族，全部贏在風險。Good call， 體諒係一時的時代紅利險，谷歌係永恆的生存底線。時代會變，行情會變，政策會變，人心會變，唯有hoàn善嘅制度，穩固的谷好制衡的格局，永遠唔會過時，永遠唔會失效，永遠可以護住家族基業。我見過太多富豪臨終前都拼盡全力幫後代整合資產，集中權力做大盤子，以為留俾後代一個越大越好嘅商業帝國就係最大嘅庇護。實際上佢哋留低的唔係庇護，而係一個隨時會爆炸嘅巨型炸彈。後代無力呢過大的權力，無力應對集中嘅風險，無力化解外部的針對，最後只能被龐大的基業反噬，從無風快速跌落，去傾家鬥產，身敗名裂。而我選擇反其道而行，主動拆解巨型風險，主動分散集中權力，主動捨棄一時武風，四分分立，四賽道隔離，四方制衡，信託兜底的完整體系，搭建出一套冇人可控、冇人可毀、冇人可亂的家族治運體制。
呢套體制唔依靠我個人威望，唔依靠後代能力，唔依靠市場行情。就算我離世，就算後代平庸，就算時代動盪，依然可以自主運行，穩定傳承。好多人問我，一生征戰豪光，建立千億帝國，晚年卻親手拆分自己嘅江山，會唔會遺憾？我從冇遺憾。令嘅成功，從來唔係我在世時幾十年嘅風光無限，而係我離世之後，我的家族依然可以平穩延續，世代長存。一時的霸業要屬於我一個人100年嘅傳承，先屬於整個何家。最後，我將個橫商海70載的終極感悟送給所有觀眾：凡強極必折，凡大極必危。正嘅長勝，從來唔係一直衝雲，而係懂得適度收散，主動避險，分世長存做生意，守家業立人身，道理從來都一樣。搏一時容易，一世最難。做大容易，做穩最難。爭武風容易，保長存最難。今日 EP15 我徹底拆解完何家千億帝國拆分的終極真相，完整閉環所有家族傳承權力制衡風險防禦的頂層邏輯。下一集我會開啟全新篇章，拆解濠江商戰最隱蔽的底層規則。解頂層富豪從來唔靠賺快錢致富，真正的千億財富積累從來都靠時代窗口北長期佈局，普通人一輩子都睇唔透的財富時間邏輯。呢種第一人稱頂層權謀商業思維深度拆解，記得點讚、轉發、訂閱、開啟小粒燈，追更後續重磅內容。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。生意究竟係做大做強重要，還是做穩做長重要？熱度最高留言，我會專門開長片深度拆解，內容僅作港澳近代商業歷史科普，不認可任何博彩行為。博彩存在嚴重財務風險與家庭危害，請所有觀眾遠離一切形式賭博。